过去曾经是柔道选手的小游伟，伊伫毕业后伫北部从事肉品批发的工课。伊的后生伫8个月大的时阵，因为队中的原因接受手术，原本白白胖胖模样，却因为开刀后消散落肉，互小游伟真心疼。一心只想互囡仔赶紧恢复健康。后来想起母亲伫做柔道选手的时阵，用低加精帮伊补身体，就开始家己动手制作低加精。囡仔食了嘛，正经恢复健康。所以，互小游伟对这项老祖先的智慧补品真有信心。成立金科威补天地加精这个品牌。我儿子在8个月的时候，他出生8个月的时候，他得了有疝气，那刚出生的时候胖胖的很可爱，那因为疝气的关系去开刀，那开完刀之后规消散了吧，那时候我爸妈知道，我妈妈就是做阿伯在遐补完去，为了以地加精，互阮来补安尼。伊早期我嘛是运动选手，较食到受伤啊，啥物货。元气较不足，咱佫无钱通去买营养品，要什么高蛋白来食，所以妈妈阿嬷还用古早人的智慧，来做这个低基金。也因为过去是从事肉品批发工课，互小游伟对着肉品的好歹有真悬的了解，所以伊制作低加精的价值，拢是选用回档的土家啊，而且就连制作低加精的机器，嘛是家己开了3档的时间，甲大批金钱慢慢研发出来的。这台机器是我自己研发制作的，因为这一台是专属用低基金。那这一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同时可以做真空杀菌。因为外面一般我们做低基金以古早的方式，它就是用蒸汽下去，我们就简称叫蒸汽回流法。那蒸汽回流法它是用水加温，然后让鸡汁它本身的土体它慢慢去让它流，像蒸汽浴一样，让它流出它的汤汁下来。但是这样子就有水的成分，跟它里面的营养就会稀释掉。那我们用这个方式，就是也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，但是它的温度跟压力要有，它这个钢板这个钢板非常厚，它就用它慢慢用长时间慢慢让它逼出来。小游伟表示，100斤的油一加吧，经过48点钟的提炼，平均只会当做出155罐的低加精。虽然高工又够了时。但是会当将这个够健康又够好口味的产品推荐给大家，一切拢真价值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